就進行第3次手術啦，見醫生。傷口都幾大幾深嘅，咁啊每一日去洗，咁都幾痛楚。咁隔咗5日左右到啦，5至6日到啦，咁個醫生都同我講，就發覺啲細菌冇咗啦。咁但係手指裏個傷口裏邊仍然都有少少污糟，但係可以開始出院。轉介咗俾明卓戶嘅姑娘，咁佢又開始隔咗2日就開始去嗰度去處理傷口啦。Justin 第一次嚟診所嘅時候咧，原來佢已經做咗3次清創嘅手術啦。當我打開佢嘅傷口嘅時候，我見到菌膜啦、腐肉同埋流出嚟嘅滲液咧，都係好濁嘅，而且周圍嗰個手指嘅皮膚位咧又紅又腫，佢覺得非常之痛。好明顯咧，個傷口就已經感染咗，其實已經係有併發症啦。個傷口點解咁耐都唔好呢？好明顯就係因為傷口嘅併發症處理得唔適當。首先咧，我哋要將個傷口進行清創，意思咧就即係話將菌膜同埋腐肉咧清除。咁由於手指咧係較為敏感嘅地方啦，好容易咧會引起痛楚。而文獻亦都相對指出咧，原來痛楚咧係會直接影響傷口愈合嘅過程同埋速度嘅。所以我哋咧就選擇咗一個先進嘅傷口清潔液，可以幫手咧將個傷口嘅菌膜啦清除啦，而且咧係軟化佢嘅腐肉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會用一啲針筒駁住一啲好幼嘅管，咁咧就將一啲消毒嘅生理鹽水咧係直接咁樣灌輸入去個傷口度，咁然後將佢裏邊污糟邋遢嘅嘢啦，同埋一啲軟化咗嘅腐肉啦，一次過咁清除咗出嚟，因此咧個傷口就乾淨得好快啦。喺敷料方面咧，我哋揀咗一隻有銀嘅敷料。咁呢個敷料可以幫助殺菌啦，同一個時候咧都可以提供一個非藥性嘅鎮痛功能，舒緩咧傷口嘅痛楚。而喺包紮方面，我哋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法，就係將個傷口兩邊咧拉埋，可以固定咗個傷口，令到佢嘅手指喐動嘅時候咧就唔會咁容易痛楚啦。而同時咧亦都可以促進傷口嘅愈合，令傷口埋得快啲嘅。喺我哋嘅適當處理之下咧，個傷口2個月已經埋翻晒啦，而且咧仲埋得好靚添。我初頭都好擔心啊，因為每一次洗傷口都好痛好痛。嚟到咁護士啊姑娘都同我了解解釋翻成件事啦，應該點去做啦。咁同埋佢哋好細心嘅，咁亦都從中可能話開解到我心情啦。咁同埋真係洗嗰陣時，佢哋好慢、好細心、好幼細。咁1個星期洗5次，咁啊發現慢慢越嚟越好啦。第2個禮拜已經係3次，咁如此類推越嚟越少。一個好大好大嘅傷口就變咗可能話0.幾 mm， 咁令到我個人都好安心。因為佢哋嘅包個傷口咧就包得真係好好，好似唔覺咁嘅，比較上即係醫院咁啦分別啦。因為我個分別就好大嘅，同可能感覺到好自然嘅。我見到好多防水嘅嘢啦，包住咗啦。咁但係我嘅活動能力都依然好高嘅。咁成件事唔需要去特別去跟進啦，同屋企人。咁只不過自己比較小心啲就 OK 啦。